绝对袂使啦吼。咱若在工会上，咱是做主管的，结果咱甲这主管这角色搬转来咱兜，吼，大家人拢家管。无人要听咱的啦，这个厝的气氛一定是真歹的。咱若去讲，甲咱厝内底角色起来工会上搬的，嘛毋对呢。所以讲吼，咱这位置角色，拢对好势，袂使错乱去啊。若错乱去，就规个拢乱去啊。咱就无法度甲每一个角色甲扮演好个好势啊。所以讲，咱爱出清楚，即摆是啥物所，即摆徛啥物位，扮演啥物款的角色，爱甲做好。咱角色，咱若有法度甲每一个角色都家扮演好呢，安尼咱人的价值就出来，咱的价值较有法度展出来。咱若扮演无好呢，咱就无价值，这咱人的价值就无法度展示吼。所以一个位置决定着咱扮演啥物角色，这个角色的好歹会当体现着咱人的一个价值。咱有发现讲，其实同款的位。同款的角色，足侪人拢扮演，足侪人拢扮演同款的位置、同款的角色嘛，对无？可比讲爸爸，全世界爸爸有偌济，足侪啊妈妈嘛足侪，所以足侪人拢咧扮演爸爸，足侪人拢咧扮演妈妈。但是每一个人扮演出来敢有同款？无同款的，所以同款的角色、同款的位置。表现出无共款的态度，所以差别伫倒？差别毋是讲外口的位，毋是讲你的位交角色的，差别是在哪？在咱的内心啊，是咱的内心，内心无共，你所扮演出来就无共款所以重点毋是外口，重点是咱内在即个心。所以今天咱要定位是爱定位着咱内底即个心嘛所以咱即个心爱找着本位。咱的心的本位是啥？心的本位就是天心、恰处其心，即粒纯真有念的即粒心，这才是咱心的一个本位。咱如果讲咱心的本位甲掠着啊、摕着啊，那安尼咱依着即个恰处其心，依着即个纯真有念的心来扮演每一个角色。咱每一个角色全对了，拢扮演了非常的好，咱到尾是绝对的，一定扮演了足好的。咱扮演了无好，就是因为咱的心本位徛无牢，所以咱较会错乱去。所以重点，咱甲咱这心的本位家了徛好稳啦较早有一只鸟鼠啊，老鼠啦鸟鼠啊，然后知影鸟鼠啊足无胆的。所以咱来形容一个人啊，无胆，咱讲你鼠有够无胆，鸟鼠啊胆的形容一个无胆叫做鸟鼠啊胆，因为鸟鼠足无胆就有一只鸟鼠伊足无胆的逐工就拢敢出去啦拢闭伫个空内底啦要出去拢业，因为鸟鼠惊啥？惊猫嘛就足怨叹的啦，讲上帝啊，你是安怎遮无公平啦甲我生做一个鸟鼠这生起来一个鸟鼠我的天敌遐尔济，我逐工拢安尼无法度足自在逐工拢足紧张、足恐慌的日子过了足艰苦。上帝听着就讲好啦，我甲你改变一下好啦就甲变啦，讲好你无爱做鸟鼠无甲你变啦，甲变做啥？变猫因为伊惊猫嘛，我甲你变做猫你就袂惊甲伊变做猫了呢无一段时间伊就讲。实在是我做猫我足惊啥？惊狗猫就惊狗而且我即摆变猫较大只无空通好变我这变就较歹变的原来是逐工拢足恐慌的无法度啦，无搁变做狗啦变做狗应该就无问题嘛。结果呢，伊就讲做狗有哪也无自在，因为足惊狼啦野人足惊遐野狼惊狼安尼原来足惊逐工都足恐慌的啦无法度安尼去改变做狼应该无问题嘛这歹的动物啦，应该变甲遮大只遮歹一个动物啦，应该是无怨言结果共款我逐工嘛是足恐慌的，惊啥？惊人拉人惊遮人去甲伊掠去甲伊刣所以我逐工原来是过了足
冲红的一个日子诶，你上去听听吼，我无法度啦，无法度啦吼，因为我不管安怎甲你变，吼变做猫啊好，狗啊好，龙啊好，因为我不管安怎甲你变，你只有一个鸟鼠啊呐，所以无效，最后就去改变做鸟鼠啊。啊，这个甲伊讲啥？环境不管安怎甲咱变啊吼，如果讲咱内在这心若无对着环境咧应变啊吼，无效呢，无效呢吼。伊这鸟鼠啊，就遮小尔，但是呢，你无随着你外形变变大，无变较大吼，这怎么变都没有用啦吼。啊，所以这个讲，其实咱这内在吼，你咱每一个角色，若讲你换个角色，你就要换个头脑吼，你袂使用共款的方式在。每一个角色拢用共款的方式，这是行不通的哦。啊，所以讲吼，咱爱有应变啊，要懂得应变啊，吼，袂使一成不变。啊，所以讲吼，找这位吼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咱这个心重点啊，其实真正咱要讲，其实外在环境吼拢是短暂的，重点是咱这个内在这个心吼，这个心才是重点。只要咱的心掠会知，外口的环境对咱是无影响的。确实是会当做到无影响啊，所以讲当咱的心这本分有掠会到，你有发觉讲，外口的一切拢是短暂的，拢是虚幻的，拢是假的，伊是拢是平等的。啊，既然拢平等的话，咱敢有啥物好歹？就无啥物好歹，无啥物处下。啊，既然无处下，无好歹，那安尼呢，在富贵、贫贱、患难、伊对咱来讲拢共款，就拢共款啦吼。所以讲。重点是咱这个心吼，咱这个心诶氛围爱先找好着。啊，所以人就讲吼，咱人生可比是一场戏嘛。啊，如果讲咱人生若是一场戏，啊，要在这场戏内底吼有精彩的演出，关键毋是讲吼咱有偌济戏份啦吼，有偌济戏份互咱看，重点是咱敢有法度在这场戏内底自头到尾拢做咱家己。做我们自己哦，咱定定咧扮演吼，在欢喜的当中吼，就容易去迷失着咱自己，看到尾仔咱拢袂记忘了我是谁，就容易的呢。尤其是当咱若无明火一来时阵，无明一卡来咧，是挖过来时阵，我们当下会袂记讲我是谁。所以咱当下无明来时阵，咱当下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当咱无明提时阵，咱就后悔。咱敢有这个情形过？足生气的时阵，吼，这时阵有够生气，足生气，足生气。各位知影？足生气的时阵，咱讲出来话敢会好听？袂好听吼。啊，咱做出来代志敢有理性？无理性。所以当咱咧起无明的时阵，这个时阵千万吼，咱着爱忍落来。吼，这个时阵千万会当卖讲话就卖讲话。会当卖动手的就卖动手，啊无即个时阵咱所讲的话，咱所做的代志，到尾咱拢会后悔莫及，因为我们当下已经袂记咱是啥，无明一活来临当下，咱袂记咱是啥，忘了我是谁之后，咱所做出来代志就不一样，会造成无法度挽回的一个后果。哦，所以讲重点是，敢有法度从头到尾哦，自头到尾拢做咱家己。这就无简单，真正就无简单，所以爱学习啦吼。咱先看一个短片吼。师傅，为什么说人放不细呢？诶，声嘛搁较细声吼，啊，咱看迄字敢若无介清楚。伊讲吼，咱就像咱拄则咧讲的吼，讲咱人
有足侪就对啦吼，所以咱喜感觉，咱感觉咱人生自细汉到即摆有啥咧欢喜吼？即是啊，有时咱来看电视，看咧欢喜吼，有时啊看足感动的，咱就做咧流目屎啊吼，啊有时啊咱会感动，因为有时惊咱吼，惊咱有共款吼，迄触着咱的心吼，啊，这条我较早就是安尼啦吼，我就是哦，这个过程啦吼，伊甲咱的过程搬出来，甲咱的心来搬出来，所以讲就有感触，所以人生咱可以用是共款啦，啊，所以这小回想小三米就讲，哦，既然人生是一个戏，那咧我要演一个大英雄吼。啊，大家拢希望讲吼，来咱演一出戏，咱拢是要做主角啊，拢要演一个吼，出头天吼足有名一个大英雄，一个好的主角。啊，这师傅就甲伊讲吼，你也是演好小和尚，你先把你的和尚演好再说啦吼。所以讲，咱人上惊就是做迄个遥不可及，吼，目标伤过大，做袂到。所以讲，咱爱同行。同下吼，所以讲咱同下来做会好吼，一步一步来，毋通讲要做想那么远吼。所以讲，咱人上惊的就是啥？你想讲做那个遥不可及的梦吼，演的，到最后吼，忘了我是谁，这是上界可怕的吼。所以上惊就是忘了我是谁，这是上界可怕。啊，所以讲吼，在这个过程内底，在咱人生这个过程内底啊吼，咱毋通。吼，袂使讲吼去欣赏别人，看别人吼，日子过得有够好诶，看别人演主角演到有够请赢诶吼，哦，够欣赏诶人吼，是啊，慢慢咧做人，哦，伊就遐好过，吼，讲钱多事少离家近吼，啊，家庭幸福，事业顺利，那是安那，我遮认真遮拍拼，我阁比别人较歹命，吼，就是外面诶，看别人遐好，咱就欣赏别人，吼。接受别人，吼啊，毋爱我家己，安尼讲吼，袂使安尼。咱就较理解咧哦，咱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咱就较吼就开始有够欣赏的哦，因为呢，大家若听伊咧讲话吼，讲听伊咧教因先生咧讲话，吼，有时讲奇怪，咧骂因先生哦。咧骂因先生哦，敢若咧骂细汉的骂囡仔共款啦吼。好奇怪，啊是啊，咱你有法度甲你先生安尼甲伊骂啦吼，啊骂到尾仔呢，因先生吼，太太甲念了甲骂了，就讲好啦，老婆不要生气了啦，都是我的错啦。后来有他后面我先生，敢知？我看遮好安尼啦吼，我都计这安遮尔啊好顾在伊咧甲念拢不要紧的啦吼，念要到尾因先生佫会甲伊道歉，佫甲伊回信咧呢。好奇怪，是啊，伊看到做干咧吼，遮家庭做甲遮尔好，啊，在伊个家庭内底啦吼，伊伫因兜内底吼，伊就是因兜的诶所有人拢爱听伊的，吼，啊，伊讲出来，伊说一无人敢讲二就对啦吼，甚至讲伊的大家官，哦嘛拢啥物代志拢爱听伊的就对啦吼，有拄着问题拢爱请教伊吼，爱听伊的意见吼，哇，我都做干咧是毋是足好诶，有足欣赏诶吼。咱拢感觉足欣赏咧，讲是安那，咱拢无吼，是安那无像伊遮尔好诶一个环境，是安那咱若拄着问题时阵啦吼，拢无法度安尼尽情的咧骂咧，咱就袂使骂咧，咱若拄着口角诶时阵吼，袂使骂咧，咱骂去强骂转来咧吼，毋是像人安尼吼骂，吼你安尼甲回信咧无呢，咱是骂去佫骂转来吼，所以拢毋敢讲话咧，害差遮济，后尾啊呢，一开始本来就欣赏啦。有当时咱遮尔好，啊斗阵久啊吼，斗阵久啊，听伊咧讲完了，发觉讲吼，是安那咱遮尔好，毋是无原因的。因为呢，伊对即个家庭的付出有够济，伊甲因先生照顾有够好的啊吼，三天甲款便吼，甲伊的生活，伊所有的生活内底甲打理得有够好的，就对，互伊先生无法度离开即个太太。因先生若无法度，若离开着太太，就袂当生活啊！安尼甲伊顾了有好无？顾到好，顾到讲我没有你，我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呢。啊，对伊个是大人，对大家我嘛感觉照顾较足好诶，就对，吼，该付出诶拢做到有够够诶，做到互因无底嫌，做到讲吼，阮若无你即个，无即个媳妇，我就无法度过日子啊！哦，我无即个太太，我就无活袂落去啦。
伫因兜哦，有当讲化水的言谈就是安尼。啊，所以咱拢看着，咱一开始就看着伊即个威风的一面，足形象。但是咱无法度，咱若无即个相处了吼，咱毋知讲伊即种遮尔啊，互咱形象的表面，伊背后的付出是遮尔啊济。所以讲，迄当时咱就感觉讲，哎呦，袂使形象别人的，因为咱若咧形象伊，咱爱想讲，人做遐尔啊济，我做偌济，我做了多少？那有遮尔啊好的一个雕像啊吼，做到遮尔啊好的结果，那付出遐尔啊济，但是我自己付出了多少？咱家己咧心想感觉讲，就忏悔的，因为咱做无到人的一半。咱迄一半拢无就对啦，啊，咱无法度做到像安尼，咱凭啥物去形象别人有即种的结果？所以当下咱就知影，确实有足侪人咱看下足请赢、足风光的，但是伊有即种的结果，咱背后的付出是非常的多，所以咱拢看得到表面，咱看不到背后。伊背后的付出咱看袂到，伊背后的用心咱无法度去家己体会。啊，所以咱就会落在轻视别人、嫉妒别人、怨妒别人，然后咱卖怨着咱自己，安尼即种恶性循环，就愈来愈歹。所以讲，咱爱了解源头伫倒吼，即摆咧全部拢想哦，是咱家己的不足，爱看着伊背后啊吼，看着伊背后的付出吼，啊，这是咱家己咱学习的一个所在。所以讲，当咱了解了咱的位伫倒，找着咱的位了呢，来就是爱爱好好啊守住咱的位，所以来就是爱守位，守位就是守好咱家己的位，吼，甲咱的角色家扮演，互伊好势啊。所以讲，咱孔夫子就讲过一段话，讲不在其位，不谋其前，咱有听过哦？咱无在即个位。吼，啊，咱就莫去讲即个位的代志啦。